新北市有一间国小传出教职人员安排外口的老师利用学校的教室帮家己的囡仔补习，至少3档的时间，招生的规模阁愈来愈大。学校是表示讲，外口的老师无学校的门禁卡，也毋过将对于水电的使用甲违规的情节，会阁开会来讨论。学期间，大部分的囡仔放学了后，有一寡学校的教职员会互家己的囡仔伫咧教室也是教职员休困的所在来自习。新北市一间国小却传出，少数的教职员工找外面的英语画图的老师，平常时放学了后，拜三、拜五暗时，阁有拜六、拜日的时阵来到学校辅导补习。初步的调查，目前学生我们有23人，小学到国中，教职员大概有15人左右。目前了解都是希望孩子在学习上可能有更细致的一个学习。就认为不是很适合对啊，你要请家教，你自然请到家里去就好啦。113学年度去年8月，才教人的校长表示，这个礼拜3才了解这个代志，马上来停止辅导，开始初步的调查。校长表示，学校的门禁卡甲锁匙无可避予外口的老师使用。确实没有复制门禁卡，那他们进来的一个部分都是有做相关的一个换证才可以进到校园。该校教职员疑似未经学校同意滥用公务资源，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尽快调查厘清，严正纠正，并追溯收取场地使用费。若查证违反相关规定属实，将追究责任，依法惩处，绝不宽待。事实上，学校出借场地拢有场地管理办法，拢需要按照定数来申请。也毋过，这个案件是完全无。而且到底是偌久用偌济水电？学校表示预定后礼拜会完成严谨的调查报告，送落来送成绩考核委员会讨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